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Vincent Channel 啊！今日你又同大家分享下越南自由行啊！分享咧峴港，呢個峴港咧呢個 Golden Beach 啊！呢條橋咧即係嚟到峴港咧就必去噶啦！留意下啦，大家咧即係一定要咧揾一個天氣比較好啲嘅時間咧，即係去呢條橋啦啊！可以咧，即係自己去又得啦，或者 join 呢個本地嘅團咧亦得嘅。而家相對嚟講咧，峴港咧即係佢個旅遊發展咧相當之蓬勃啊，大量嘅平價嘅住宿，同埋咧佢又有大量嘅五星級酒店，甚至呢個一星嘅民宿。仲有咧即係澳門嘅美高梅賭場啊，都喺嗰度咧即係興建嘅。即係而家營業相當之多內地人咧，即係去嗰度吃喝玩樂嘅。如果由香港飛去峴港嘅話咧，即係大概係2個鐘頭就到噶啦。要簽證嘅。網上簽證咧就平啲啦，25蚊美金。大概預翻3個工作日咧，你就會可以攞到個簽證嘅。即係峴港嚟講咧，無論你即係食西餐又好啊，越南餐又好都好。
咁咧同大家即係行下呢個峴港啊，咁啊即係海灘呢一邊咧個環境係點樣？咁啊基本上咧即係峴港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想話一個風平浪靜嘅海灘游水咧，咁呢度咧就即係比較啲浪係大啲啦，但係都游到水嘅，即係喺沿岸，即係沿住條路咧，即係好多人喺度散下步即係玩下健身啊咁咯，即係吸下海風啊，即係話晒呢度咧，即係都係咁同大家咧即係行一行咧，峴港呢個沙灘呢邊啦即係啲遊客咧就通常咧就去晒呢個即係嗰啲景點噶啦。分享下個海灘咧，即係比較浪大啲嘅，但係好淺水嘅啫，即係唔會話好深嘅。好多人咧，即係中意咧嚟呢度咧，即係散下步。哎呀，嗱，指俾大家睇啊！當然啦，即係唔夠富國島嗰邊咧，即係咁熱啦呢度。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啦。如果喜歡嘅頻道咧，就歡迎訂閱啦，分享俾其他朋友啦，或者即係讚好啦、留言啦。我繼續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呢個越南自由行嘅資訊。又喺撳我磅先單裏邊咧，都可以睇到嘅富國島一啲住宿嘅資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峴港，越南嘅中部快閃5日。而家香港咧坐呢個快運Hong Kong Express 都好方便嘅啫，千零蚊可以嚟得到噶啦。好，拜拜。